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金如等3个人要来罢免民进党的立委，牵涉到死亡人数，方收押起诉。再起是疑心台北地方法院拄则4点已经开始开疑心庭，决定是毋是要继续来收押。国民党是讲尊重司法制度，希望会当来交保。真的有亲自出去吗？高市安双手封口起来，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金如听到声音，小快滑头。今日伊后壁的是总干事姚富文，甲书记长蔡文清，因拢是幽灵连署案3在案被告。罢免民进党的立委爆发着不实的连署，包检将黄丽金如等5个人起诉。起诉书内底认定黄丽金如是主导角色。就是因为2月初5时，本地3件罢54起诉，发现被捕的领航人无符合资格。家人讲黄丽金如紧急找李浩亮甲张启庆做领航人，而且伫2月初6甲2月初72天，涉嫌下令东江甲志刚抄写党员的名册。当时罢免5需要的调查人大义进也伫现场指导，完成了后送到选委会。还是被钟小平逼急了。起诉书内底佫讲到，黄丽金如命令抄名册，是为着出招，无要互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将小平抢大成送件。我跟黄旅的恩怨，关你检察官什么事你就办你的案嘛。黄旅也知道，这个也知道，这个党中央也知道，我那时候就不送了嘛。将小平去甲检察官讲，不过北检认定罢免5需要的案件，归罪比率达到94%。罢免5派1的案件，归罪比率更加达到96%，其中大量甲党员名册定塔。对于这件代志，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回应讲，尊重司法的制度，也呼吁检调办案爱公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